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4月2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消费降级。这一回聊的是北京作为首都作为超一线城市，北京也正式步入消费降级，并且北京这次消费降级给人感觉好像是在引领全国。最近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消费品零售数据，呈现出一幅耐人寻味的图景。这个大家自己可以找图看去就北京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它有1到3月的就是第一季度，也有3月份单月的然后跟去年同期对比。总体来看北京市全市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呈现负增长，也就是下降9.9%，就是跟去年相比下降了10%左右。这什么概念？这首先要记住了这是咱们不停的在刺激消费的背景之下，北京市的消费品零售总额还下降10%，这个怎么说的问题很严重。大家也知道咱们媒体报道经常用一些比较婉转委婉的一些修辞手法，免得引起大家这个担忧或者是引起这个恐慌焦虑。中国经济报道中经常采用这种修辞手法，企业裁员被称为优化，市场萎缩被称作负增长。这种语言包装虽能缓冲冲击，却掩盖不了数据本身的严峻性。让大家想象不到的是，超一线城市北京步入了消费降级的境地。根据这个北京市统计局的公布数字北京3月份消费数据中，除粮油食品类微增1%之外，几乎所有民生品类全线下跌，日用品跌13%，化妆品跌11%，而通讯器材更是暴跌38%。通讯器材就是主要是手机了，手机能暴跌38%，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这些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集体遇冷，这个至少说明普通家庭正在收紧钱袋子，勒紧裤腰带不花钱。但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银珠宝类消费逆势暴涨29%，创下纪录。这个比较好理解因为这个去年年底到春节到现在，这个黄金的价格一直在涨，黄金价格涨，珠宝价格也在涨。那么这背后就有多重原因一个就是国际金价持续飙升带来的富裕家庭的一个投资热潮，因为现在投资渠道比较少嘛，你保赚钱的渠道基本上没有。这边黄金在涨，那就有人去买黄金作为投资，所以导致这个虽然消费品在下降，但是黄金居然涨了20%多。第二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北京作为中国高净值人群最密集的城市，对吧？高净值人群的购买力那还是比较强劲的。这个我记得上个月吧，那个胡润那个叫什么百富榜还是排行榜，中国个人可投资资产超1亿元的高净值家庭中，北京占比高达14.3%，也就是我记得有什么600万以上的家庭，对吧？1000万以上的家庭，无论是哪个档位的，北京市都是最高的，人数最多，就是高净值家庭中所以当富人们把黄金视为避险资产时，普通家庭却连手机换新都要犹豫再三。这种消费结构暴露出当前社会收入分配极大差距，说的比较文明实际上就是说贫富差距在拉大。这些年我们似乎过于关注高收入群体，资源和目光都不自觉地向富人们倾斜，结果就是富的更富，金银珠宝消费一路暴涨，而普通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却在萎缩，民生消费持续低迷。这种失衡的发展态势，往小了说影响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往大了说对整个经济健康发展有极其有害。所以说这个粮油食品类1%的微弱增长被网友调侃为证明人们还在努力活着叫吃饭呢，吃饭那个粮油食品类的它就微涨。当然这只是个戏言是开玩笑，是个梗，但至少说明无论经济形势如何变化，老百姓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始终摆在首位，大家都在努力维持生活的正常运转，都盼着日子能越过越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实际增速 5.1%， 仍低于 GDP 增速啊，这种不同步性在消费市场被加倍放大。说来说去啊，经济的健康发展不能只靠富翁的消费来拉动，让中产有钱，提高底层收入才是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关键。所以说啊，期待消费可以被刺激出来，无异于头疼一脚，自欺欺人。这个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这个公布3月份的社零数字，反映出北京步入消费降级这个现象不光是国内媒体在报道，这国际上也在报道。新加坡的联合早报他刊登一篇文章叫北京3月消费大跌 10%， 低于全国水平，也就是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市都没到，这到底出了什么状况？总感觉这不正常。这个联合早报的文章说在全国消费回暖的3月这个3月可是回暖了，中国首都北京仍未走出寒冬，单月消费大跌近 10%。 受访学者分析，北京消费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受大宗消费拖累，也反映消费者信心不足。也就是北京市作为最有钱的富翁最集中的，什么高净值家庭最多的城市，它的居然消费拖了全国的后腿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个说不过去所以一定是叫春江水暖鸭先知，是不是北京人感受到了什么，已经提前采取行动。3月北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 9.9%， 其中餐饮收入下降 3.1%， 民以食为天你看看这2年咱们经常介绍北京的餐饮，一个月比一个月差。你看这3月份餐饮收入还下降 3.1%， 就继续在下降。为什么？北京人难道不吃饭了吗？不下馆子吗？我记得胡一静老师说他们家门口的馆子以前都是200一个人人均但现在只有30-40。这是胡一静自己说的。这个联合早报说受3月数据拖累，今年1季度北京社零总额同比降幅扩大 3.3%， 而同期全国社零总额同比增加 4.6%， 意味着北京与全国消费差距进一步扩大。这个大家就得想了，为什么北京比全国还差？北京可是有钱人多，这到底说明什么问题呢？是不是含义从北京传到地方还需要时间呢？是不是说明这越到地方越是在醉生梦死，对吧？在北京人们已经感受到含义已经来了，但是在2线、3线、4线城市，大家是马照跑，舞照跳。分商品类别来看，说在两新，也就是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叫两新政策拉动全国数据大幅增长情况下，3月北京通讯器材、汽车、家用电器零售额分别下滑 38%、20%和 6.7%， 显示两新政策在北京效用减弱。就是你在北京发这些消费券，对吧？刺激消费都没用，以旧换新吗？那不就发消费券吗？设备更新也是消费券。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姚杰路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他说3月北京社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主要受汽车、通讯器材等大宗消费拖累。姚杰路指出他说餐饮消费持续走低，黄金消费持续增长，也说明消费者信心不足，意图规避风险。但在中美贸易战、全球经济动荡下，消费者降低消费的行为也很合理。这个说北京的消费者这么干合理，那全国其他地方消费者为什么不这么干呢？全国其他地方消费还在增长，北京在拖后腿，所以说咱们要找这个原因。这个湘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则认为，北京经济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因此在春节长假结束后，以餐饮和旅游为代表的假期消费3月会出现明显的下滑。我觉得他这种解释还有那么一点合理之处。在商品零售方面，沈萌指出，北京等1线城市去年率先推出消费品补贴政策，但随着大部分消费需求得到释放，这类政策的效果难以持续。今年3月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提振消费列在各项工作首位。同月，国务院印发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进一步明确提振消费细节。但即便在这种背景下，北京市，对吧？第1季度还有3月份社零是大幅度下滑，也就是这些政策对北京没有起作用。北京在今年3月也出台提振消费行动方案，推出近30条具体措施。在全国通用的消费补贴之外，北京还推出餐饮消费券、3C 购新补贴等，针对汽车消费还推出汽车消费券、汽车报废更新补贴以及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沈萌说北京的消费状况本质上是当前经济现实决定的。一方面，经济疲软，民众收入预期降低，这导致消费的可持续性减弱；另一方面，作为财产蓄水池的
房产价格走低，也对消费者心理产生负面冲击。姚杰路认为啊，一线城市家庭杠杆率相比3、4线城市更高，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消费。北京市统计局上周发布的调查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北京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9.1，虽然比上一季度增长4.4个百分点，但仍处于弱信心区间。其中就业满意指数80.8，比上一季度下降4.3个点。沈萌说啊，虽然促消费政策还在延续，但在大家收入预期不稳情况下，消费的劲头就不如去年那么猛了。也就是我在看这些专家啊分析北京的消费为什么弱的时候啊，对吧？如果你只解释北京的消费弱，你不能解释其他3线、4线城市消费还强了，这个中间肯定有问题。因为北京的这个3月份消费是拖全国平均的后腿，这个不能简单的用说北京作为一线城市，居民的杠杆率高，对吧？北京作为一线城市，房价波动大，对吧？也就是大家财富缩水比较大，所以说抑制消费等等。我觉得这个没那么简单。我认为啊，就北京虽然是高净值人群非常多，全国密度最高，对吧？这个比如600万以上的家庭，我记得好像北京是最多，什么1000万以上的北京市也是最多。既然对吧，北京富人这么多，为什么这个3月份的社零居然还拖了全国的后腿，不消费？这是为什么？所以我个人认为，第一个是这些一线城市啊，实际上是贫富差距在拉大，就是有钱人越来越有钱，但是有钱人的消费是有限的，有钱的人他人数少，对不对？你不能让他一个人买10个空调、8辆汽车，对吧？顿顿喝茅台，就这个他消费也消费不了多少，因为他人数少，大部分都是工薪阶层啊，而这些工薪阶层的收入恐怕在下降，但是你把它合到一起，一平均，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在增长。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现象，实际上是财富在往少数人集中，而且是集中的速度越来越快，贫富悬区越来越大，占大头的普通人呢，收入实在是在下降，但是把你跟这些富人加到一起一平均，你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增长的，增长6%，也就是婆罗门权贵财富的集中速度越来越快，而普通牛马、普通韭菜收入在下降，所以就会导致社零数据下降非常严重。作为北京的普通牛马，对吧？对未来收入预期不好，不敢消费。这个现象在上海也比较突出，对吧？上海那个日光盘3000万、5000万一套的房子，对吧？一开盘就卖完，但是外环外还是市里面那个内环什么老破小，依然是卖不动。就是给韭菜准备的房子，韭菜买不起，也卖不动。而那些豪宅改善型的，给富豪准备的，那都在抢。所以我认为啊，像北京这种社零下滑，上海我没看啊，我觉得上海大家去那个网站找一下，统计局网站，我估计上海恐怕也在下滑。它跟北京的情况是一样的。我推测，那原因都是因为财富是在增长，但是它更多的是向极少数人集中，极少数人的这个财富增长速度非常快，掩盖了啊这个大部分底层牛马韭菜的收入下降这么个尴尬的现实。而这些韭菜、这些底层的牛马才是消费的主力啊，他人多啊，他们内紧裤腰带不消费，所以导致这一线城市啊社零数据居然这么难看。实际上这个早有苗头啊，大家记得去年北京的宝马 5S 店叫华德宝、新德宝跑路，这个我就做了个节目，这就标志着北京的消费在下降，消费降级啊。本来新德宝的宝马 4S 店那都是中产去的嘛，新德宝都干不下去了，唯一的一个5星级的 4S 店，对吧？随后又传出奥迪 4S 店关门，同时啊，上海是好像是1000多家那个高档餐厅啊，有一半倒闭关门。北京的规模以上餐饮行业利润，对吧，都是负的，不赚钱。所以从这个就看出北京消费在降级，消费已经不行了，今年1季度继续下降，3月份还下降10%，什么概念？那从北京这股风要刮到3、4线城市，我想啊，要不了1年。3、4线城市也不是岁月静好，寒意啊只会迟到，不会缺席，对吧？让寒意吹遍每一个角落啊。当然了，北京、上海的这个社零数据啊下滑，还有一个原因，这个原因不能忽视，就是北京、上海它这个限购啊还没有放开，限购没有放开，导致一个什么呢？导致有很多人呢刚需房的，他现在没房，他就等着这个政策放开，他要买房，所以他一边攒钱，勒紧裤腰带啊攒钱，一边等着政策放开，这个也会限制啊遏制大家的消费冲动。能省就省了，要买房子。你在北京不买房，小孩怎么上学，对吧？不买房怎么结婚？这个毕竟有很多人啊，他是介于那种努力一把就能买房，冲一冲，攒一攒，能够得着的那种地步啊。如果你离买房很远，那恐怕就放弃了，干脆不买，租房一样活得潇洒啊。这样人反而愿意消费，但是更多的人是那种努力够一够，好像能买得着，所以他就玩命攒钱，抑制消费啊。总之啊，北京这样的城市步入消费降级，并且拖了全国平均水平的
的后腿，这个不是好现象，说明啊通缩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恶化。连北京的消费都这么难，想刺激没门。那我们的三驾马车还有哪一驾靠得住呢？这三驾马车都靠不住，三驾马车都熄火，对吧？足以显示我们现在经济形势啊非常不妙。今年恐怕比明年啊要好，我们还是要做好今年明年过苦日子的准备啊。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啊，那就是北京啊公务员、国企、央企、事业单位这个人群的占比比较大，这个大家都能理解啊。那这个人群占比比较大，那北京的社零下降这么厉害，是不是说明这些吃财政饭的日子也不好过，对吧？他们的工资、他们的奖金、他们的收入恐怕在下降，要不然你没法解释啊。总之啊，不管怎么说，北京它是个风向标，北京现在发生的一切，恐怕1-2年就会传到3、4线城市。这些年啊，我们已经习惯了啊。当北京的白领感受到这个生活的压力，感受到钱难赚的时候，他们回到老家过年，发现县城的同学啊，一个个的花天酒地，日子好像不受影响，他们很羡慕。这样的报道非常多啊，每年春节都有。但是现在呢，大家也发现了，县城婆罗门的日子不好过，也就是咱们说的含义啊，它还在路上，还没有到县城。如果我们认为啊，这个北京、上海传导到3线、4线城市需要1年2年，那我们就能想象未来1年2年会是什么个情况。想刺激消费，真的比登天还难。所以啊，只有让老百姓的钱包鼓起来，他们才有能力、有信心去消费，才能让消费市场真正活跃起来，形成良性循环。怎么样让老百姓的腰包、口袋鼓起来？这是一个学问了。老百姓的腰包鼓不起来，刺激消费只不过是一个空谈。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